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珮喺1月23號俾人直擊喺灣仔謝斐道逆線行車，佢喺第2日向警方自首。政界連日嚟表面上風平浪靜，但係原來新民黨同民建聯日前已經喺地區通訊群組入面駁火。事源民建聯福建元老蔡素玉喺群組轉發數段信息，內容提到前局長徐英偉出席鴻門宴下台嘅事件，當時葉劉批評高官應該以身作則，比白更白。蔡素玉就質疑葉劉對愛徒係咪同一把尺？冇幾耐，葉劉即喺群組入面還擊。蔡女士同其他指罵陳家珮嘅人，你哋從未試過違例泊車喺雙黃線上落或者橫過雙白線咩？觸犯交通規則嘅行為喺世界多國都不被視為刑事罪行，知未？有質問蔡素玉，你係咪想小題大做，畫報一箭之仇？不如快啲去叫你哋嘅李立法會主席用重手命陳家珮落台。之後蔡素玉再反擊葉劉，形容被資深長老訓示指導，質疑係咪要起寒蟬效應。陳家珮自從被揭發逆線行車之後，已經向全港市民道歉，又話短時間內唔會揸車。呢日出席立法會大會被追問嘅時候，就透露自己係搭巴士去立法會。我企喺度，點解會揀企喺度嘅？我不嬲都係選擇嘅。對阿杜主任嘅説話咧，有冇咩回應啊？即係有冇咩大家小心措施啊？唔好意思，大家細啲。唔好意思，我要趕住上。教練要多一啦，各位。我真係唔好意思，辛苦晒大家係啦。我即係星期六，我已經係同警方落咗口供，咁我而家都等緊警方嘅調查係啦。辛苦晒大家，我冇咩特別嘢可以。